咱台湾研发10年，家己做的头一粒气象卫星“lar风者”，本地今仔早起要伫南美洲的圭亚那太空中心发射，不过到上尾的阶段，信号煞异常，雄雄宣布发射取消。3、2、1。So it seems there has been a red. 原本拜六早起9点36分要升空的台湾第一个家己做的气象卫星，在最后的阶段发生各种信号，只好宣布延期，互现场的人拢感觉有淡薄仔失望。太空中心主任指出，目前等对方先查明原因了，会搁再通知发射的时间。可能是发射场或者火箭这边，在这个 countdown 的程序就倒数程序，大概到就是10几秒的时候，有一些讯号异常，所以他们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先取消，然后他进一步再查明原因。lar风者卫星其中有83%关键的零件，拢是台湾20间厂商参与制作，会当讲是台湾太空科学研发当中正大的进步，对台湾未来的太空产业发展嘛真有帮助。我们好多的仪器，自制的仪器上太空，事实上它成功运转的话呢，应该是可以让台湾的厂商的一些制作的一些仪器，可以到上面做印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太空履历。那有这个太空履历的话呢，全世界各地有需求，都会来这边找我们来帮忙做。lar风者卫星主要的任务是用来补充目前气象资料中较欠缺的海面风场资讯，尤其是会当有效提升未来风台强度以及路径的预报能力。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